歡迎你嚟到靜音。如果你啱啱放工，或者個人仲喺緊張嘅狀態，而家呢幾分鐘就係俾自己收一收心，放低今日。冇人會催你做乜，呢一刻係你自己㗎。慢慢咁坐低，搵個舒服嘅姿勢，又或者係咁靠住都得。慢慢咁眯埋雙眼，俾你個身體知道，而家唔使再撐住，可以鬆一鬆，收一收。吸氣，慢慢咁吸入，想像你吸入一啲寧靜，啲空氣入到心入邊，呼氣，好似將成日積落嚟嘅緊張，慢慢咁呼晒出去。再嚟一次，吸氣，感覺膊頭開始放鬆，背脊唔使再掹得好緊。呼氣，放低所有嘅壓力，唔好急，慢慢嚟。今日可能你做到唔夠理想，或者太多事都未搞掂，但係唔緊要㗎。而家係你可以唔使解釋，唔使爭，唔使趕嘅一刻。再做一個深呼吸，吸氣，然後再呼。呢個 moment 你唔需要做到完美，你淨係喺度好好咁陪住自己就足夠。多謝你嚟到靜音，我哋祝福你。